你干嘛？我饿死也不吃你的东西。饿死前还是吃一点，吃饱了再上路也好。你冷笑什么？哼，你不就是嫌弃我堂堂九公主吃相难看吗？哎，我吃相难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把我掳过来倒了大霉了。我阿爹要是知道了，一定放马给你踏成肉泥。还有我父皇，当今天子你知道吧？天子一怒，伏尸千里，血流成河。还有太子，知道太子是什么人吗？以后要当天子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他脾气可坏了。他最讨厌别人动他的人，尤其是女人。你哪怕动我一根头发，他不跟你大卸八块，那都是好的。你真是倒，你真是倒。你要杀就杀，告诉你，一定会有人给我报仇的。阿杜，阿杜一定会把你脑袋砍下来，用你的头骨给我阿爹做酒碗。我还有个旧相好，绝世高手，哦，他的武功可厉害了，他的剑法比你好，出手比你快，嗖的一下你命就没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愿望。你能不能满足我？我就知道，刺客兄弟，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哈。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，可就是放心不下我的夫君李承言。我这要是死了，他一定会再娶好多好多的老婆，很快就会把我给忘记了。可是我那么喜欢他，怎么舍得让他把我忘了呢？我有一个贴身之物，你帮我转交给他，好吧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你交给他，就说是我临死之前让你交我。你既然是刺客，就一定知道我的重要。我不光是当朝太子妃，也是西周九公主。你拿我当人质，保证可以全身而退。师父，放箭！你今天死定了！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骗你的，我根本没有那么重要。放箭！你怎么这么确定？我会舍得让你死呢？阿杜，不能接！我会找到他，因为我和你一样在乎他。等等，你知不知道萧峰和顾剑之间有什么关系？
刺客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没有进展。那就是你没好好查。父亲，我天天去太子那边打探消息，他们那儿也是一无所获，没有一点线索。你想，太子又不可能瞒我。他为什么不可能瞒你？他为什么要瞒我？因为我们姓高。如果你连这一点都考虑不到，那你太简单了，儿子。我得提醒你，做事要稳妥些，要多动动脑子，别老指望我。我不可能永远在你们身边。是，孩儿明白，您这是为了我好。依你看，太子那边是怎么回事？我觉得太子还是年轻了点儿，虽然他有心为皇上分忧，但是毕竟涉世太浅。而且这个太子妃没了，他应该高兴才是啊，这样他就可以和赵瑟瑟双宿双飞了。太子妃，太子肯定是要保的，这其中牵扯到西周，他们本不该因为私情胡闹到这个地步。太子现在应该是焦头烂额了。这也难怪他没有头绪，连我都奇怪，居然有人抢在咱们前面刺杀了明月，还抓走了太子妃，甚是蹊跷。父亲，您要不要去给太子提点一下？那也太不给他面子了吧，他毕竟是太子，让他去查吧，等他查不明白，自然会来找我。只是皇上这次把彻查刺客的事情指派给太子，可见对太子的信任。孩儿担心父亲苦心经营这么多年，怕是白费了。这太子的翅膀一旦要是硬了，翅膀对于笼中鸟有何用啊？明月醒了吗？还没有。给你妹妹带信儿，让她盯紧皇上和明月，一有风吹草动，立刻传信回府里。是。你回来了。好，这么晚了，还没睡啊？小风有消息了吗？程英哥哥他怪你了吗？没有。你怪自己了。好。小风一定会回来的，程英哥哥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。洛曦，我做了银耳羹，现在还热着呢，我去盛给你。你别忙了，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请月神保佑我们太子妃逢凶化吉，能够早日回来。虽然太子妃平日里不知天高地厚，不讲礼数，贪吃贪睡，不愿念书，又爱逃出宫外去玩耍，到处闯祸。可她生性善良，真心待人，从没有害人之心。她小小年纪离家千里，本是一匹小野马驹子，却被生生地困在这宫里。此番，她又被生生地卷进这危险之中。月神慈悲，请一定要保佑她平安回来。梁帝请留步。施恩，为什么不让我们家梁帝进殿？回梁帝，殿下吩咐了，说他已经休息，谁都不见。我也不行吗？殿下说了，谁都不见。施恩，你是不是眼花了？你也不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谁？秀儿，
可我刚刚明明看到阿杜从里面出来。阿杜？哎，不可能，他没进去，我拦着呢。施恩，立正殿我向来都是畅行无阻的，你可知今日拦了我，会有什么后果吗？回禀良帝，施恩都是按照殿下的吩咐行事。我就把石兰放进去，然后就出来，也不行吗？殿下已经睡了。有太子妃的消息吗？回禀良帝，殿下吩咐了，关于太子妃的一切都是机密，良帝还是不要问了。我们走。你有没有想起什么？如果我真是刺客，你的最后一个愿望，真的是关于李成荫的吗？表哥，你与九公主是旧相识吗？西周便认识。你对她倒是很关心。我们西周的男儿，一个个都比你强。你以为我稀罕家里人？你以为我稀罕这个太子妃啊？我喜欢的人比你强1000倍、10000倍，你连他一根头发丝都不如。现在放了他，不让你安然离开，言出必行，犹如此剑。这是什么？姜汤？是你？你是刺客？你是刺客？我不会伤害你的。那你为什么要给我扔到河里呀？你要淹死我呀？你有没有想起什么？我想起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伤明月姐姐？为什么要挟持皇上？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来？你接近我就是为了要刺杀皇上？这一切都是一个大阴谋，是不是？你骗我，顾剑，你利用我，亏我还把你当朋友，真是瞎了眼！小风，放开！我没有利用你。没有？你发誓你没有？是，我是利用过你。顾剑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小风，小风，小风，放开！我没想过这件事情会把你卷进来，
我从来就没想过要伤害你。你相信我？我相信你。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这件事情太复杂了，我没有办法一一解释给你听。从始至终，我都是想护你周全。好，护我周全。那你现在让我走，送我回家。回家？回东宫？小风，不要回去，离开那里，离开那个人。我不。你要相信我是为了你好，不要像我一样卷入这场是非中来。什么是非？什么为我好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根本听不懂。你为什么宁可相信一个伤害你的人，都不愿意相信我呢？你说谁伤害我？你说李承言？你说呀？你说呀？你不说就是在骗我。顾剑来过了吗？没有。那到底要干什么？已经12个时辰过去了。殿下，你这么频繁的到我这里来，恐怕不合适。这个时候，还是谨慎为妙。谨慎？你要我怎么谨慎？他把小凤带走了，又不跟你我联系，他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你告诉我，他跟小凤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？我曾经试骗过你，我也已经付出了代价。可是我现在没有骗你，我以后也不会骗你。李承义不值得你为他付出性命，他不值得你为他充当人质。如果我昨晚是真的刺客呢？他就任你被我这个刺客给带走吗？你不是真的刺客。这件事情跟李承义有什么关系？你说呀。我没法解释给你听。总之，李承义没你想的这么简单。他是太子，是未来的皇帝。他来自一个尔虞我诈、冰冷的皇宫。他是未来的天子。为了皇位，为了江山，任何人他都可以利用。殿下，您太紧张了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您多虑了。不管怎么样，顾剑已经不值得我们信任了。你是说他利用我？是我要被你挟持，是我要到你的剑下，他怎么知道我要干什么？为什么你就不相信我呢？在你的眼里，我就是个刺客，就是个陌生人，我就是个恶人。你难道已经把我忘得干干净净的了吗？啊？你还记得这个吗？我当然记得。不是上京的时候，是在西周，在西周的时候。在西周的时候，你时时刻刻都带着它。只要你遇到了危险，你就向天空发出鸣笛，我就会出现，我会来保护你。师傅，你记得吗？啊？
你想起来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记得你是谁。你不记得我是谁？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你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呢？我是谁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不知道你好好想想，你想想我是谁？你放开想一想啊！小风，小风，小风！朕把你吵醒了。参见皇上，安太医吩咐的五谷粥熬好了。啊，来，放下。是。来。来。怎么了？伤口疼啊？明月只是心下感动。人说月难圆，世间美事总难全。皇上，你会不会也怕这一切其实并非真实？朕是天子，朕的一言一行都有天下万民他们为证，怎么会不是？你看，朕现在不是实实在在在你身边吗？你救了朕，也是朕最心爱的人。朕不光要你进宫养伤，朕还要明媒正娶，封你为妃。天大的事有朕在，不要吧。苏二，你再仔细想想，当时在明玉坊，老鸨跟你说的话。回大人，小人记得清清楚楚。那老鸨收了钱，把东西给了小人，小人还问他可知明月底细。老鸨说买来时不过4、5岁，按规矩从里到外洗干净，换了衣服，随身的衣服也一并收了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那包东西这些年确实没人动过。大人，老鸨说他们这些东西通常都是等姑娘红了后，若有人赎身，再用来宽个好价钱。平日里都在库房里放着，谁也没去看过。先回吧。是。明月被明玉坊买下的时候只有5、6岁，应该是不懂事。而且那首血诗被人刻意放在内衣里边，不易察觉。像那老鸨，定是买下人之后就把东西给抢夺了，不识字，又见没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就放到一边不管了。要这么说，明月应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而且他跟皇上暗通款曲这么久，如果有图谋，该也等不到今日。父亲，这么说，我们安全了？皇上时时刻刻守在他身边，你我又能怎样？不过一个青楼女子，皇上能迷恋几日？等腻了，被甩了，到那个时候，此人万万不可留。明白。还有这个孙二，要不留痕迹的除掉，免留后患。是。带信儿给你妹妹，让她这几日一定要忍耐。别以为这个明月看似对我们没有威胁，就跟他沉不住气，争风吃醋。是。这么刻意的接近皇上，一切都有可能。高贵妃到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贵妃娘娘。
臣妾不知御驾在此，还请皇上原谅臣妾的冒失。贵妃，到此所谓何事？臣妾心中一直感念妹妹能舍身保皇上您周全，担忧妹妹身受重伤未曾痊愈，皇上定会日日挂心。所以就命人寻了这补血养生的良方，便熬了，特意送来给妹妹。贵妃有心了。妹妹，今日觉得怎么样？哪里还疼吗？吃的用的可还习惯？下人们伺候的不好，你尽管来告诉我，我扒了他们的皮。好了，明月她需要休息。那臣妾先告退了。待妹妹痊愈了，臣妾再好好来探望。最近天气有变，贵妃你也注意身体。是，多谢皇上。臣妾告退了。明月，以后除了朕还有太医安排给你吃的食物以外，别人送来的东西千万别入口，知道吗？想来，贵妃娘娘那样真挚的模样，不会害明月。总之，以后你跟她为善便是。嗯。市井混混。是，这个孙二行迹十分可疑，他曾不止一次前去明月坊打探明月姑娘的消息，而且这些动作都是在父皇结识明月姑娘之后。哼，这混混他居然知道朕的行踪，虽然是个棋子，可是他后面肯定有下棋的人。这个孙二，查到他跟谁有关系了吗？父皇，确实查到一些线索，只是还不敢妄下定论。不妨直说。这个孙二
是高相府中一个管家的远房侄子。高相，父皇，我思前想后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这高相为何要去查明月姑娘？就算是为了高贵妃，也不必如此。也许此事未必与高相有什么关系，只是巧合罢了。先把孙儿找到，问个清楚再说吧。是。太子妃有消息了吗？没有。虽然现在不知道刺客跟孙二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朕可以肯定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刺客。他有胆量来刺杀朕，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，又岂会被太子妃三言两语受到影响？朕认为当中肯定有蹊跷，或者是太子妃跟刺客有什么瓜葛。父皇，太子妃心思单纯，又怎么会跟刺客有什么瓜葛？这件事朕还是想不通。总之，全城搜捕，一定要活捉。是。小风，你是在叫我吗？你是谁啊？我是顾小五啊。顾小五，我好像听过你的名字。我们认识吗？认识啊，我是你的顾小五。我的顾小五。顾小五，顾小五，小心！